我绝对不会用那个绞肉很细的那种。一说到包子内馅要用的猪肉，苏守雄有很多规矩。你像昨天我要去台北，我要出发之前，我闻到那肉怪怪的，我马上叫它全部倒掉，因为那个肥肉它闷着，没有进冰箱，有一点闷闷的味道，我叫它全部都给我丢掉，我都不要用了。品质不好就拒绝往来。上等的温体猪肉，瘦肉拌入油葱，肥肉另外花3小时卤过，逼出多余的油脂。还加生的瘦肉下去搅拌哦，生的瘦肉会有汤汁，会很甜的汤汁，再加个肥肉的香，它包子馅才会那么好吃。这时用百年老面，花13个小时3次发酵的面皮，等着和美味在特制的机器里相遇。蒸笼也特制，包子多了木头的清香，面皮蓬到发亮。而挑剔的老板还要客人等一等才能买。我们都要站在旁边一直等到10、9，站在1哦，没有垮，全部外面都排队，因为一垮下去我就全部倒掉。啊，那些客人等到我都没干嘛，就还是在等啊，他们就抢啊吃啊。哦，所以现在这个热腾腾，对不对？董蛇王，哎，等一下，烫哦，生意有，声音要小心。那汤汁有时候都会碰到身上，要小心一点。吃的时候第一口要把汤汁先倒出来就吃掉了。爱惜百年招牌，苏守雄希望客人尝美味，也尝得出他的用心实在。所以我用心用很多心在这个包子上面，我很保护它。所以我到现在你看，我都全世界我都没有开分店。每天都有很多客人为这包子的美味滋味慕名而来，苏老板也借由这个包子诉说他的坚持和勇敢。董蛇王愛勝，董蛇王愛勝。